2024年中山邊個樓盤賣得最好？邊個板塊賣得最多？大家知道嗎？俾個數據大家睇下先啦。再同大家吹下水啊！大家評論區講下自己嘅睇法先啦。2024年中山好似利好已經去盡咯喎，深中通道、南中高速、中開高速、南外環，仲有中山新客運港，好似乜都開晒噶啦喎。但我想講嘅係，2024年中山新房住宅網簽係10年入邊最低嗰年，係咯，包括咗止跌回穩嘅信號噶咯。但呢啲又確實係中山最真實嘅數據。從2014年、15年開始，深中通道大熱咗2年，然後成交量一直開始下降，一嘢就回到10年前，彷彿就好似低處未算低，以價換量嘅時代即將到嚟。唔信嘅，我哋可以再睇下2024年中山網簽數據入邊樓盤嘅情況。而眾多同行喺短視頻或者直播間講嘅最唔值得買嘅板塊，被定義為中山嘅遠郊坦洲。喺2024年中山網簽係排第一，足足比第二名係多出咗600幾套，大概多出咗30%左右。而火炬排第二，馬鞍島排第三，同樣第二、第三都係半斤八兩，相差39套嘅咋，跨度真係唔算大。但馬鞍島上一年好似就得6個樓盤喺度賣緊。同樣全年住宅網簽排第一嘅依然係坦洲嘅國際花城，第二個都係同個板塊嘅中澳春城，而第三就係馬鞍島嘅招商津灣府，第四就係三鄉嘅華發觀山水，第5之後其實自己睇下啦。雖然係出現咗一個馬鞍島啊，但呢個項目喺島上面，除咗一個本地資金有啲困難嘅開發商之外咧，其實佢個價格就係島上面最平嗰個嚟㗎。咁準確咁講，第4華發觀山水，第5西區華潤人行四季，第6南朗海灣城，邊個唔係嗰個板塊最平嘅項目啊？2024年啊，我哋就應該 set 低自己嘅期望值，開開心心去揾食啦。這樣子不香嗎？嗱，關注我啦！